好，来继续来到台南新光大学的边啊，昨下晡一个76岁太太塞车，可能是弄红灯，先来下弄到停红灯的2台机车，结果弄到骑铁马经过这个路口的74岁胡志爽，甲人弄死了。另外，有2个骑士受伤。讲安尼前后，共下弄30外台的汽机车了后，这个车才停落来。跳事的太太一开始讲是要打档啊，打做油门，尾也搁改喙，讲是档啊失灵，安尼翻起翻倒，即摆是以10万块来交保。路口的监视器过路人准备过车路，一台轿车高速冲过来，先弄到等红灯的2台机车，搁弄到头前的脚踏车。74岁查甫人当场喷出去，不幸过往。这台轿车拢总弄到30几台汽机车了后，才停落来。掉碎距离超过100公尺，造成1个死，2个着伤。驾驶是76岁妇人人，伊无着伤。事发了后，真惊吓，甲亲人蓝条条。面对警方讯问，伊一开始讲是要打档啊，煞打做油门。警方出示现场的监视器了后，佫改讲可能是档啊害去。伊的后生讲，老母当时应该有看到红灯，不过因为档啊无法度动作，才来地输搏枪。他是说刹车没办法做动，档啊歹去，所以一直向前冲，什么款的情形会发生？汽车的技师表示，假如我是脚踩在刹车上面，油门会一直往前冲。那个几率真的会很少，除非油门被卡住。根据了解，76岁妇人人将换驾照，后期到2027年7月初1，无食烧酒，无重大肇事记录。警方用过失致死罪上班，检方复审了后10万块交保。那互弄死的74岁查甫人，家己住伫咧台南，家属面对意外是假条，无想要表示意见。那车祸造成另外一个52岁女骑士，佮有28岁男骑士受到轻伤。事故现场就是伫咧台南成大的大学路顶，去年8月嘛发生一件搏枪车祸，当时成大的临时图书馆职员为校内塞车搏枪到校门外，造成1个死4个着伤。即嘛经过1年，共一条路搁再发生重大事故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